我甲大家报告啦，我甲咱讲3点就好啊，拢是拼咱的钱啦。头一点，顶会期逼到要死，甲伊相拍要死是为啥？为财化法。什么叫做财化法？咱足侪百姓讲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甲大家报告啦，廖解先咧拼到要死啦。咱台南市哦，一档会当增加163亿啦。4档哦，就是要得要650亿呢。本来咱台南呢，民进党有反对无？去看表决，每一条拢反对，增加互地方呢全部反对。第12条，看倒一个无反对。靠良心啊呢，这个钱是咱地方家己缴的呢，讲25档啊呢，要行互咱地方呢。较早讲上大声，你叫偌清电的，你的市长呢，每档拢讲呢，讲一定要行互地方。即摆廖解先啊，用拼这条道理无？有成功无？这条上重要，先讲头一条啦。第2条。因即摆讲危险的代志叫做总预算啊，该抬啦。我先讲总预算即回通过啦吼，通过是2兆9300亿。第3条，台湾有史以来上悬的，你看民进党有好办无？互伊上悬的预算比去年佫增加800亿，安尼讲无够。偌清就讲安尼车无油通驶，团败无糖仔饼通买啦。搁去慰问遮个气爆的时阵，讲歹势安尼总统无钱通慰问大家啦。互伊3条的钱，迄啥的钱啊？百姓的钱咱的钱呢？搁嫌无够。好，即摆讲台预算。因要浪费的、要贪污的，当然甲抬掉啊！甲咱讲一条就好，台电1000亿，要去补贴伊买遐绿电的，买遐恁台南上济啦，讲安尼要增加1000亿，叫咱补贴伊，你无用，你当然无爱啊！咱拢用个台加起来，台电的在内。贪污的甲浪费的，安尼2000几亿，因讲安尼不得了，我甲伊报告，即马全世界开上济叫做川普啦，伊即马就任吼，叫伊迄个马斯克，即马将遐政府浪费的预算的连一寡人数拢抬啦，抬了伊甲讲啥你知无？伊宣布这个钱要行互百姓，伊讲我抬这个钱就是要行互百姓。一个人收偌济？5000美金，16万。看这个反对的人讲伊少的，也是行互百姓的，是正确的。咱共款嘛，国民党毋是讲今年应该1万块行互百姓，差不多抬的就是这个钱嘛。民进党希望这个钱去互因贪污，去互因浪费，然后讲咱国民党讲这个钱要省起来。替咱省钱，钱啊行互百姓，倒一个应该拍面，足清楚啊嘛。最后一点，这会期要拼啥？超收5283亿。去年超收，啥物叫超收？你加缴的啦，咱百姓加缴的啦。有个人讲，我都无缴税咧。你若无缴税，你食饭就缴税啊啦，食饭免缴税哦，营业税啦。你要一罐酒有缴税无？有啦，人每一个公司卖你的公司嘛爱缴所得税，爱缴营业税，爱缴货物税，进口的嘛爱缴所有的税。大家拢每工拢咧缴税，就是你有开支就爱缴税。你个社会，你每工拢咧缴税啦。缴遐税金，政府收的，超收是咱加缴的哦，超收是加缴的哦，加缴5000几亿，是毋是该行互大家？民进党佫无爱哦，伊讲无爱哦，结果真闹去，
4天前，迄新加坡总理甲吐槽，毋是吐槽国民党啦，也毋是吐槽民进党啦。啊，新加坡讲今年嘛超收啦，所以第6摆啊，连续超收，所以第6摆啊超收呢，就要还互百姓，啊还偌济，无偌济啊，2万块尔啦，啊2万块，其他人20岁以下要加12500块，中小企业行李100万台票，啊有道理无？而且新加坡呢，啊结果咱即摆民进党讲无爱，我甲大家报告，若要罢免吼，就挣倒一条，挣咱的钱啦，到底是毋是钱啊还互咱的百姓，还互咱大家，是毋是替咱省钱，啊是毋是讲今仔日钱争取转来咱地方？反对的再来改罢免，大家讲对毋对？对。反对的再应该罢免，大家讲对毋对？对。为百姓拍拼的，这国民党的立法委员，大家会甲支持，大家讲对毋对？对。所以大家讲，到底你立法院镇上，就这几条啊，其他南山的足多啦，南山的包括啥？包括80岁以上的老人，要请一个外劳，要请一个看护，家己出钱。啊，民进党嘛反对，嘛爱争，嘛爱表决，甲伊争到要死。啊，到底是为啥？为百姓嘛，为大家嘛，啊，毋是食拢该，家己80岁啊无的啦，对无？讲受的，迄是为咱的长辈，为咱的老人，伊嘛反对，所以大家知影，困难就困难伫遮，连遮农民哦，遮农民的。种的这树啊，1公斤，甲人收2块，有够无良心！20年拢无增加，2块尔，1公斤呢？20年前、20担前都是2块呢。讲即回讲目甲饼讲增加5块，想讲菜市仔内底所有菜嘛增加不止5块，咱食迄饭圆嘛不止5块增加，对无？啊，结果伊嘛反对，我甲大家报告啦，咱是为百姓去拍拼，伊是为啥？为政治啦，为啥？为伊的落地啊！咱遮的钱是为大家省钱，为大家省大家的钱，为大家拍拼，所以真简单一句话，为百姓就是国民党，为你家己的就是民进党。安尼少年人知影？你若为家己的落地啊，你去加入民进党啦，较有钱啦。啊，为百姓拍拼的，就爱做国民党，大家对毋对？对。对对，比别较勇啦。啊，所以转来台南，简单甲大家报告。啊，刘介先生表演有赞无？哇！我来报告啦，这若来做市长吼，是真正知影这空啊芳啊，伊会做川普共款啦。这路费拢先甲开掉啊啦，免议会开咯，我甲你开啦，对无？对。市长就绝对，伊绝对甲讲，这乌木济拢是甲你开了啦。这乌白聪明拢袂使啦。啊，为百姓拍拼，安尼才是好的首长、好的总统、好的市长。最后，祝咱所有乡亲平安、健康、快乐。咱国民党团结，感谢大家，多谢，谢谢。谢谢，感谢主席的勉励，对国民党的未来展望与发展，再次感谢主席。谢谢主席，主席加油，国民党加油，加油！接下来哈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再一次以热烈